这个现场同款是下午6点钟，新北市三重埔一栋5层楼悬的徛家，好像就内底住户伫咧煮饭的时，一个无细力引起着规个倒起来，害一口罩死的人拢砸着伤，互人送去病院。详细情形，连线记者陈道仪来查咱了解。道仪。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就在新北市三重区这里呢。清晨6点11分的时候，中正南路的巷子里头，这一栋5层楼的公寓就传出火警。可以看到，这条巷子其实是蛮狭窄的，而大批的警消人员几乎占满了整个巷弄。他们到场之后呢，就赶快铺起水线灌救。所幸火势没有很大，20分钟之内呢，就将火势来熄灭。根据了解，失火的住户总共有父母跟姐弟4个人，其中2人有轻微呛伤的 情形，来听到稍早消防人员访问。了解是后面的厨房燃烧是男屋主在煮食东西那男屋主跟他的女儿先逃出来但是妈妈跟小孩受困在房间内由我们消防人员救出那有轻微的呛伤那所以送医院他目前意识都清醒，那燃烧面积大概10平。 是的，消防人员呢有提到说，这个起火地点就在厨房，疑似是烹饪的过程没有注意，才会引发起火情形。所幸没有波及到其他的住户。目前4个人都已经送医治疗，意识清楚。详细的起火原因，火调人员还要进一步调查。以上是为您掌握到最新情形，主播。